台湾时间今日早时9点左右，美国总统 Trump 呢发表重大演说，以大动作来解开这个解密的文件，指控中国成立专职单位，非法取得2亿2000份美国选民的档案，企图介入美国的选举。不过这场演说却互外界消息讲，这当今当是美伊战事当紧张的时阵，恐惊 Trump 有可能是要拍这张牌来降低各界对中东战事的关心。 Tonight, I'm announcing the immediate declassification and release of critical intelligence revealing shocking vulnerabilities in our election infrastructure. 美国总统 Trump 伫咧台湾时间17透早，伫咧北京发表黄金时段重大演说。这回伊大动作，甲上新解密的情报档案弹出来，讲中国伫咧插手美国嘅选举。America is back and doing really well. But we still have a major challenge that must be urgently addressed because no country can be great without fair and honest elections. Trump 伫咧演说内底批评中国自2020年开始指派专门的资料勘查单位，用非法的手段摕到关于2亿2000万份美国选民的个人资料，而且甲选举情报泄露出去，是历史当中上大规模的，想要打击伊的政权。In a rare move, NBC and ABC Fake News have both said that they would not cover this speech. They knew what it was about. 美国主流电视网这回嘛传好准备咧等，其中 NBC 甲 ABC 甚至拒绝伫咧电视甲这场演讲直播出去。也那民主党是批评讲，Trump 大动作指控外国来介入选举，是为着年底期中选举伫咧铺路。 不止个 ，Trump 这摆出面完全无讲到全面升级的美伊战火。美军对伊朗连续6天发动空袭，而且封锁核武珠海峡。伊朗嘛用无人机甲飞弹反击。华盛顿邮报10日下民调就显示 ，Trump 对伊朗战争的处理无满意度有69%。 针对 Trump 政府甲伊朗谈判的新协议草案，有37%的民众认为，凭2015年奥巴马的协议搁较歹，战火是烧袂煞。布兰特原油计数逐桶就冲破85美金。真侪分析就指出 ，Trump 是咧挑一个甲美国甲中国起摩空，要闪中东战事的公论。公司新闻4派选编译。